是我不到港，哎这是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讲的秘密。难怪他都不靠近小鲜肉。哎呀，我终于知道了。来示范一下，民主姐姐按哟，当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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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昨天8块了呀。哎呦，还是黏住。碧莲姐，这有啥意思啊？一生你可能就猪要1拜啊，给他放下去了。很紧张。你他解释得出来，这道菜就是你的创意料理哎。呀，真紧哦，做出来冇热情来答案啦，不是民众啦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韩剧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我是民主。我系钟白强。今日当分析有真到我嘅故乡诶，其實正經特別，我說按樣各位星座來都沒有呢個時間，那鬼仔就按樣鬆態了。哎呦，真的不卡通哟！哎呦，看到安这样的主持音哦，对所以以后一定要来到苗栗，真的韩国吼应付吼民主姐姐嘅关系，来紧紧了解到吼，哎，苗栗真的是好食、好高、好散、好水嘅好蔬你還沒有菜講到一個，好醬。對。好啦，今日來到草橋也比數咧，睇起來可能都會坐高鐵咩好，坐火車也好。經過草橋高速公路咩好，經過草橋的時間，我發現到要到畢業正營東江，而且這邊有一大特產。哎呦，該不會係飯掛？沒錯。你睇最近幾年嘅飯掛，做嘅飯掛籠有沒有？哦，真的，我阿公阿婆有時候老師都去那邊前面拍照，真的好漂亮。250公差吼，這個長度，哎呦，每一度，那每一個公尺吼，看到嘅飯掛全部強龍哦。對，真嘅嘅飯掛後，而台台只有估某萬個耶。所以，但是呢，在民間聽說有一個傳說，等一下再請這個師傅老人力太搞了夠。我等一下。先來分享到我順後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劉師傅你好。還有費昌吼，邊個吼？第2燃刀吼，盧準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盧準斌盧師傅。歡迎。好，劉師傅，你剛剛講嘅草橋嘅特別有一個民間傳說，係嘛個啊？人講哦，草橋咧特別洗來全部當能幹哦。真的假的？係啊，真嘅哦。今日都好冇班集洗來了比賽，全部都不他主菜吧？哇，真的。正氣愛辦呢，真緊呢。真的哦。那你用我弟啊，用我老草橋演分。我去甲草橋的義消分隊，做甲義消分隊指導老師。你去指導義消嗎？對，指導義消做菜，義消做料理。哦，做料理啦。我想講你指導義消怎麼搬水管？哎呦，去2個月。啊，夾個洗來動厲害呢，全部洗來出蘇州洗呢。哇！哎呦，你要做義消這麼困難哦。正氣愛辦全部完。真的。好，那這樣子我知道要鎖定在草橋嘅老爺。有權啊，不卡懂權啊，係啊，還沒有律師啊。劉師傅，你有來過草橋嗎？有，但是凍勺。凍勺哦。凍勺。因為我介紹就開始有講吼，草橋最有名是飯掛。講到飯掛，你信慣讀吼，最先想到最厲害的料理是什麼？一般我都信就是有隻米粉嘛。哎呦，炒米粉，做過啊，嘿啊，做過。因為應該信就是有米粉嘛，那到飯掛是會做炒米粉那樣。哇，可以可以。等一下該只聽食材，該不會就是飯掛？很難說。趕快來，夾來看下。真的看下。好。好，等一下打開來吼，假使係飯掛，大家哇一下，假使咩係飯掛嘅菜上一下吼。好，打開來咯。哎呦！你還蓋東風牌呢？這應該是我愛吃的，因為我愛吃辣。哎呦！因為有乾辣椒。該蓋牛，胸部牛。還有什麼？哦，鳳椒。這一定是配色的。配色的啊。會啊。蔥啊、蒜頭啊，這種嘛呢都是白香的東西。做什麼料理？白香哦。會做乜嘅料理咧？今日我主題嘅料理是係辣子雞骨。哦，辣子雞丁，辣子雞丁哦，我這個要做到有辣，要又有香哦。總得是就辣聽哦。你吃辣嗎？有香哦。你這麼辣我都吃了。誰給你吃過？夠辣嗎？啊，夠辣。好不舒服。還有職場性騷擾。職場性騷擾。
好啊，来分享到今日潜水站，来分享到我哋出嘅係賴別蓮，和個陳少玲開始分享。哎呦，皮脸哦，来啲有冷水今年哦，每日皮脸哦哇，中上放张，新蜜润老秋皮脸。哎呀，好巧哦！你两组系分错队系吗？真的，我们这里2个碧莲呢。对呀，还有新哦，陈姐姐咯，陈姐姐，哎呦，哎，你们系安用啊？真的，你两仔係比較姊妹嗎？係啊，好，平常是會叫他討論料理嗎？有啊，有時間嗎？懂手呢。沒時間啊，今日我來參加比賽，有沒有先討論一下？準備下嘛？一啲啲咧，你弟弟，咁等一下，我來分工咧。盡量啊。盡量。平常是2位都是家庭主婦嗎？還是做什麼？有。而做嘛嘅條？嗯，做嘛嘅條路？上次會送貨啊的。哦，好，因為我們都要確定一下，會不會又有高手在民間，廚師啊，等一下又拿了乙級證照的，又都要到。我先幫大家確定一下，沒有哈。好，過後今日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哦！謝謝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莫停錯哈，說不定乙級證照在這邊哦。確定一下，確定一下。你龍沙誒，就馬上走出事嗎？哦，還好，還好，今年係加長的比賽。對對。哦，主要今日問題問一下哈，今年哈馬上主要係負責來煮。愛負責。你負責的哦。哎。有信心嗎？有。體連姐，我冇談到你嘅上進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哦！好，等一下馬上來進行體驗過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強龍冇強龍。要搞開菜鉗。開菜鉗。OK，那我們先來分配棒次。好。麗蓮姐，那希望老媽撒糕嘞。美人姐。美人姐，好 OK。看你用啥需要看？你先搞，要係你哋就先搞。你真搞好嗎？好啊，好。先搞一擺。 OK。好。要做好哦，要做好的示範。好的示範。我等一下就是你的示範。你等一下，安用走，你是安用走。好啦，大家開始了。剪刀石頭布。兩隻係嘛嘅？2次贏啊！哦，好啦，一家之主愛逞強。強冇強啊？強冇強啊？強冇強？耶！謝謝。對啦，我係冇嚟示範。好好哦。我為你報仇啊！好，呢個呢，各位讓我來報仇哦。好 ，OK，來。體連接，哎呦，嘿，日本的這個劍術係嗎？係先給我講一下。先禮後兵嘛。好，準備了。不用退，好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哦呦。好，你先到後來。一家之主愛逞強。同樣。耶！對，我們贏了。報仇狗那一批啦。排隊。雖然他是我的粉絲，你不要一直摸他。他騷擾我。對，告他。好，告他。好，關了，講笑啦啊！好了，誰來進行比賽？先從你們那邊開始嘍。好。哇，今日準備很多嘅食材哦。好，等一下慢慢去紹介哦。不過先讓我講一下。先為切馬雞，我看到最簡單的，先挑出來。做啲麼？有沒有覺得笑得很尷尬？哦，韓就馬雞做啲先切，因為你要切凍夾。韓就馬雞。對，切片還是切？從嚟哈。開。哎呦，10。好。你拿那個手給做嗎？因為長把兩棟的會切開兩樣。等一下我切片還是切？葱的部分哈，那切頭。葱香的那切油誒，啱講選切，啱就話嘅，嗬，即係切葱香嗬，切到油誒，切到咧就做得，安用，食到咧，安用就係醬係啦，按室溫嘅時候過一切的傳講蘸滿醬哦。他可以說已經好幾集沒有接受安永嘅讚美了。係啦，按摩機時候。用的喂咩？對。啊，你剛剛不是要告我？講笑啊！開玩笑，好，差不多嘞。兩個拍呢，兩個拍呢。耶，時間到。哎呦，好。好，先休息下哦。好，OK。
爱累。你这个准备还好逗哦。当然要选周嘛该。你的走马给我想要做跟张伯谦不一样的。好，切干妞，嘿，挑战性的，还没？对，切蒜头，切盖妞，切盖妞，切盖妞，切鸡肉啊，是的哦，可以啊哦，好啊。以西开始。因为其实我不太敢摸生肉，这是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讲的秘密。难怪他都不靠近小鲜肉，哎呀，我终于知道了。好骨溜哦！这个是鸡胸肉。哎，还没有对半切，不应该像蝴蝶打扣的一样。对。然后呢，打开来这样切也可以，再切丁，条。哎，我现在如果还做嘛该吗？不是哈。不是，你等下当切头当月。哦，哎呦，切安喉呢？因为我不敢摸生肉。哦。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鲜肉啊。哎，其实真紧切冻喉哎。汉白吼，你做在边饭一下，怎样？就可以不要切葱啊、蒜头的啊。那是你吧？不是，我还不敢挑战盖妞。4、3、拄好切切嘞，嘟嘟红，哎呦，中餐鼓励。我要洗手。不你洗手一下，等下我计4块是了。好，一下呢，计时1分钟，6三，你再看下走哦。好，计时枪开始。好，向下来走。那你那个继续，对，继续切。用茶周周再向下走哦。哎，其实你切紧紧冻喉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。它的四方角很明显。对。很漂亮。碧莲姐可以来切得咩非常的好哦。木卡接住呀出吹么？9、8、黄色。黄色哦。他打你看某色暗蓝。4、3、2、1。做得开始啊！好哦，你要做得继续走下去耶，可以了是不是？对，小林姐这个盐好 OK。给我现卤锅。对，现要加什么？筷子。好，快耶。这个是汤匙，还要酱油。调酒。跟你平常生起来都做料理，刚好你自己会很在意那部分吗？卫生最重要，而强力。那我要站远一点哦。对，拜托一下，滚回去。我又要当背景。对，好 OK， 谢谢，拜拜。好啦，大家给来了。那条美酒调盘酱。真的耶。没有人。痛些。甜梨粉。哦，还有柠檬哦。因为柠檬吼，你讲天然的上好，你的鸡胸脯啊，用袂跟用煮熟的，煮熟的话，我就用俩柠檬我就加种的吼。俩柠檬吼来来去腥味吼。叫匀了，跟冇叫匀，叫匀比脱一下吼。冇叫匀部分吼，像全部叫到。我发现你们2个参赛者非常用心，看他们穿的服装，合唱团的吼。哎呦，我未都参加了这节目，我就加感名读书哦吼。特别去买的，特别准备哦。还有加份哦，特别准备，这个其实有时候可以借我哎，因为我穿这件蛮久。送衣没做得，等下特下来送衣。哎呦，好香哦！赢了，要最 safe 哎。明人姐，你今天表现动喉哎，你的表现做得不走，肉掉总不是好食哦。对，但是碧莲姐怎么办？哎呦，碧莲姐。他其个主厨啊，哦，咁你都要根本你也是当中主要夫妻的角色，系嘛个？配料，哦，哎呀 ，OK， 做得很好 ，OK， 好啦，我们要过去了啦。等一下长乐哈，等一下长乐唐蜜润姐来讲哦。好。这道菜黑主要，因为平常比较少煮嘛，那都讨论要去吹时间嘛，啥都会凶啊，用皮耶。小林姐，是不是？那你设计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巧思都亮的？猛没有巧思。有什么原理呢？原理就是主要看配色啊。配色，对，色当葱腰啦哦。讲解听讲解甜椒末绒风色，因为佢用风色的，然后呛色。可以，走的。它就盖用有个处理方式啊。时间有啦，我们先过去好不好？好，不要急，好，不要出小咪哦。好，不用滴水吗？哇！黏啊，你吃这个啦。挤他的肚子，黏了它。哎呦，挺逗的。不会哦。
它会挥发掉啊，换成吼，然后前后卖了。美人姐，你曾经动厉害呢。你懂不懂？因为名的人讲，啊，特别看，啊前后看，安尼客家的甜食，尤其民主主持的，跟嘛讲到客家好面丝哦，吼，啊特别前后看。他从后面吸，这我新节目啊，对，你看嘛，马上就来。哦，等一下还会勾芡哦。哎，一定要勾芡，你要勾芡的话，几层话下咁样的，按又筋又按，可能什么下酱啊？今天表一滴滴折了，不要紧张。好嘞，好嘞。哦，我拉开了。大气哈！哇！你爱做爱做诶。天哪，这个黑某秘鲁鸡一定要帮我翻的啦！哦，你要用菜哦，我建议啦吼。冬天吃最好，唔可以冷，因为又麻又辣，哈。哎呀，会出汗。哎，唔可以讲，就唔可以讲，唔可以讲。好，我们过去看看，这边快好了。好，好好吃，翻州奶饼。我这一组的厉害地方就是在盐又非常的嫩，嫩到像係 baby 嘅面樣啊！哇，我们的看起来也很棒哦，会不会太大火呢？不会，我平行斗那一款哦。要不要再焖一下？对，太厚了。对，不要急着一直翻吼。好，好，哎呦，比等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等一下呢，我觉得等一下去比海过后，吃一堆可能会有松毛。哦，对，而且可以了，安全期差不多了，这差不多了。对，应该差不多。好了，应该没问题，因为对否已经好哎，等下记得摆盘，差不多要成盘喽。好，加油加油！没时间了，来，哎，倒数嘞，倒数嘞。3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下随出来知识看哪两罐底度，哪部卡米西较好嘞？好，两个辣子鸡丁呢，可能那一组呢是咧张煮的出来看有米通哦，看有没有够辣哦，够辣够强。好，定来逢最咸了，快试试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好吃，翻州奶饼。在哪里煮？会不会太烂哦？我吃啊。我这一组的厉害地方就是在盐又非常的嫩，嫩到像係 baby 嘅面樣誒。做啲老嘅介香樣吼，處理得完全很嫩哦，真緊冇。雞胸哦，雞胸通常是比較澀嘅哦，大家要放在心裡面這把尺。嘿，你係介鼻，你係介香樣。好，很好吃。好，來伙伴色藍豬耶，迫不及待了。好，睇到睇下甜手哈。哦，黑醋很有味哦。雷梦，成真。雷梦就加分咯。可是我的鸡肉好像比較嫩一點。我嘅心底是係吼，這2盤包回家。可以。真勁嘅哦，真好食。好，剛剛呢兩次其實呢都有做到一種感覺。辣。對，吃下去我會有一點想要流夢症。但係又辣哦，還有辣香。對，又辣又香啊呢。接下來就本師傅來接天咯。好，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劉師傅搶本分數。來，劉師傅公平嗨。兩脆嘅雞肉很嫩，真的。兩脆嘅雞肉很硬，而且我有切，我有切。兩脆米絲咩很好，一可是加嘅雞肉香硬。綜合一下。哎，所以是雞的比拼哦。雞的比拼。啊，我辣土咧，伢還辣咯，痛辣的啦，痛辣一些的啦。對，辣它適合中老年人食啦，都得啦。謝謝，謝謝。劉師傅呢？應該煮到cái食道機嘅香味啊，啊有一種cái花椒啊，煮到團嘅香味啊，咁啊，但係呢個講係佢嘅乾肉係好嫩啦，你講頭先炒到佢嗰度要勾芡，要好乾味道好沖好滑啊，咁啊，係是正炒到樣咁啊。
哎，糖吉我系彼此综合就各有千秋了。对，所以国茶都有国茶的中医，提出呢就会加上出来料理，嘛用煮都做到非常的好食。不过两下呢是休息下，大家来看一下今日卢师傅又带来嘛个茶法嘅4个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种葡素卤菜。好。三号的俩关呢，俩给仲普带来4个料理后，卢师傅来先宣战一下，对着镜头前的徐师傅。几分钟？今日哦，我哋冻结水来到教台这个来做俩红菜啊，哈，俩按到辣子鸡丁冷豆腐。你现在要挑战的黑马盖。挑战啊，就是速度、时间啊。你现在的记录还是纪录保持人徐师傅，6分钟，50没有，4分25秒，52秒，52，对，4分52，你要跟他挑战吗？啊，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咸蛋啊。哎呦，咸蛋哦，人家最后没有达到那个咸蛋会重复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要我先 sell get， 我再给你计时。水咸蛋。好，是讲辣子鸡丁嘛，佢話叫做我哋準備嘅是咧雞肉啊，好先破過咧。是怎麼像豬油破？皮蛋沒有破過咧。皮蛋，好，還有cái炒嘅辣椒啊、花椒，好，辣豆瓣啊，還有蒜泥，因為你係做夾，所以愛到蒜，然後凍油。要蒜泥，要配色的是绿色的糯米椒。啊，你这个偷吃布的部分是不是要先算1分钟？冇啊，你係切好的豆腐，你係生的是直接就會變開嘅。冇關係。直接愛做個皮蛋豆腐，咪直接打開來切切，就會擺到盤子當個度。良性的競爭啊，好，良性競爭啊。計時搶開始。好，水簡單，你是撈嘅梅頭先煸出來。好，來。該係走的辣椒哈，走的，因為你係攞梅頭先煸出來，所以就係浪油是煸下去，好冷鍋冷油唔怕，好浪油煸下去。是紅豆哦，嘿，還有夠辣哦，要怎麼辣？大家有冇問題做得問哦？辣椒越做煸是咪越辣？好，所以看一家較中意嘅辣椒嘅梅頭。美雲姐，我問嘛個？香梅出來咧。像我等下做了用菜吧，但也給菜給料理來麼？是料理來怕，我哋是做醬香煙。哦。因為我嘅雞肉要破過咧，你就睇下雞肉冇破過，好，所以我嘅雞肉破過咧是做一隻醬下去，小哥煮一下之後咧。哦。調骨油嘅調骨面哦，調油。乜雞，你講乜果麼？你是嗰是做我哋皮蛋豆腐嘅嗰種冷盤嘅豆腐。涼拌豆腐。哇，一下用得幾多時間呢？哎，真的可以耶！1分半哦，這最高溫的沒有辦法再來。你啲雞肉啊，要滾咧，240度。滾咧，是這樣，我哋是雞肉煸下去，哇，皮蛋哈煸下去，又破過咧，還有破過嘅東西嘅好處啊，是因為凍結會做個醬。哇，煨一下。還可以放什麼啊，廚師？必須要你破過應該破魚啊，破其他嘅豬肉啊、排骨啊，你咪做得啦。大家還有問題做得隨時問哦。好，小哥佢應該醬要點高高咧嚇，樣是做得咧，好用這嘅配色咧，好，還有香梅嘅，差不多2分鐘了哦。順條用下去。我強講一下，從昨天你感覺勾芡，你是勾芡，啊你破過啲東西要滾啊，你看，你醬它都是會高高咧，哎。香哦，幾多分呢？2分半咯。你看，時間度圖2分半。那一輪3個，來哈。我們這邊有剪接哦。來開始擺盤哈，來淋上去。 2分50秒，因為你有點做太多杯了。 唔怕，按動音是大家，人家穿嚟師傅哦，動起來偷吃布哦，現婆婆。對。會不會以後師傅來都全部都做好，只有擺盤啊？哎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擺盤。兩頭料理哦，請運動學下該種哦，哎，宵夜吃完那個鹽酥雞，哎，你沒有吃完，昨天走兩頭。哎，趕緊面做得啦，趕緊就來做兩菜。回鍋菜嗎？沒啊。 但是辦好鹽酥雞，應該穿唔會寸啊，穿不穿是強項。3分半咯，3分半了喲。還是贏他？莫讓甜豆啦，4分半咗咧啦，不能贏。誒，總之讓不好白改出師啊，莫意灰，係啊，也是啊，有點意灰的，沒有，好，跳跳停停的來。好，這個時間是。
要不要要？ 3分40那秒丢起来张酸婷好哦。好，唔怕，那个跳4分半这样哦。要用完就夸对了，张了，挑衅意味浓厚一定哎。要用完。对，因为痛，那一类，等下他还有痛片啊。哎，是件动作呢对啊，是件动作。你还记住哎，4分05了。哦。唔怕，来。要端起来哦。要端起来准备哦。到了哦。几分了？几分了？要端起来几分到了？端起来。断一类。 4个。辣子鸡丁冷豆腐。那就去后塞嘞。1分17秒，徐师傅，下一次技术嘞。汉尼拔的挑战哦。好，都在骂啥之的，我们先来猜题目。 Timo，嘿，我们考台这个哈，那你讲录了的钙用啊，用半音好不好软好嫩啊 ？A 是用目酒 ，B 是加个柠檬汁。目酒和柠檬汁我哦。知道。目酒呀，柠檬哎，汁。刚才你们红队最会的啊，你们肌肉真的很软嫩呢。对，所以先猜拳。好，来，马上要派出谁？蜜润姐，好，小林来。加油哦。剪刀石头布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头布。我要吃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咸啊。让人都 A 还是 B？选 A 啊，选 B，用目酒还有加个柠檬汁 ，A 啊 B。小林姐请，A 要转改 A 哦。好，我就选，因为本身是选 B 嘛，哈哎，。做 B 嘞。好，确定哦。答好了啊案。嘿，答案嘿。来示范一下，民主姐姐按哟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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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你看，昨天8块了呀，还有还是黏住。答案係 A。我用目睭啊，咁樣去剪一下，依家要梗係啲嘢破啊，會唔會照到嘅乾肉地背度啊？所以啲嘢冇試講佢技術好軟。因为壁炉有发酵过發嘛。酵酵母。对，有酵母在里面。啊，今天准备8份的意思是，工作人员导播要吃，谢谢。那不用分了，不用分誒，一了，沙一杯嚟哎呦睇到先。就好了。誒，叫，因為底下豆腐一定係配到嘅醬上去哎呀，嗰陣。排泄啦哈，很美不矮哦。那好来哦。好咧，叫差不多。哦，要叫我，配點豆腐姜下先。要批点豆腐哦。哇，你看皮连接给绵的，哇，开心到什么样子哦？龚姐哈，龚姐哈，好吃好吃。这样有饭更好。哎呦，没饭哦。你底下咪用咧拍色豆腐哦，是係從崩盤用咯，因為冇盤嘛，硬是用没味。冇味道嘅豆腐而綜合嘅配啦模樣因配整。我觉得卢师傅、周锤俩呀，除了他的食材选的非常正确，你黑狼海 Q 用好吃皮蛋的饭就底下剖勾勾黑，超好吃的。重点黑呢，你的辣度掌握的非常刚好，又辣又有香米啊呢，真的很棒哎。好啦，等一下，你要哭了。体日馆夏日、地日，等一下两处抢我的加油咯。好，好，摸石头摸老筋，等一下让到3000 Q 张老筋，好，马上我来进行最美日馆咯。爱是太祖谱，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盤盤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这一关民意关呢，刚刚条前呢是1-1，所以这一关呢是决胜负哦。系哦，还有吼，两罐吼具体的食材吼，一块冲改时间哦。哎呦，好像有让大家提示一下下哦。因為其實破梗嘅。系哦，呢度醋橋吼，造橋鄉最有名的是嘿，饭瓜，答案是嘿，飯瓜。
番瓜有很多金瓜吼，那么底下给你就从我头前讲到的，都抽球要到尾种出来，真正是非常的好食咯。而且要它呢，除了好食以外，它还有懂得种州料理，而且还拿来做艺术品哎。哎呦，真的，而且像还有比赛讲，满年种的番瓜卡太厉害，我看过那种好大一颗的当装饰品的。故说这是造桥之光，真的。今日我具体嘅料理系嘛嘅咧，刘师傅。南瓜金沙，又是金沙，最爱吃的，拜托你不要碰，因为他上一次呢把金沙含卵给乱泡老乱网全部丢落去。不过你行嘅好多咧，等下谈看哦，刘师傅你一套料理用摆落去做咧。好来，你一套料理呢？你煮汪铺，你五老给皮削它，皮含皮下去含切，皮会脆脆的，它会吃起来会有一点点口感。对，酱汪铺为调落，给皮还会腌蛋，混一点点粉，连师傅混一点，稍微煎炸一下下。煎炸我最会啊。味道呢，给咸卵本身就有咸，咸卵乱拍到乱汪为半块咯。半块，你听为半块哦。冻面面，乱汪冻面面用油鱼先煸过，煸过又给起泡泡的，佮就有香气的，将冰蒜头一滴落去，煸香呢给炸好的汪铺就乱拍向下倒落去，搅就好嘞。好，来出题目。太敢有问题吗？没有哈，先遮住哦。哎，这好了。好，南瓜汪铺的地头呈现。干燥的时候，像这样早的时间，黑推背马该 A 果肉纤维化 ，B 成熟味道好，这么明显，这么明显。有没有那个？这个不是木质化了吗？对啊，果肉嘞？哎呦，果肉还没有纤维化吗？好，来猜拳，猜拳哦，碧莲姐了，碧莲跟碧莲的大对决，碧莲对战，哎呦。往前，都得马盖碧莲会让出嘞。好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超碧莲让的。来，你选一下。 A 还是 B 咧 ？A 也係 B。哦，眉头还好红，是 B， 是 A。那不能看，只能选的哦，那只能 A。拍谁哦？公布答案了哦，答案是 B。Yes。地头转木质化就表示连汪铺又熟嘞，就好好食。哦，好啦，两个基本常识睇起来记起来哦。唔过呢，恭喜南水得到9胜秒，风水你有3胜秒没有唔怕，是金行业最不迷最管 K 的一关喽。好，亚洲要给南瓜金沙呢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在乱蒙的部分，大家觉得要放多少？有2颗，一粒差不多，一粒就差不多，一粒就差不多 ，OK 吗？那我们就放1颗。好 ，OK， 那计时开始。好，我们就放1颗。你讲1颗就是1颗。想问一下，含卵不用2粒1粒啦？含卵哦，对哦，黑矮香是2粒啦。我也觉得哦，因为含卵唔会懂含嘛，但它调味中一点点的酱油，要上一点点颜色而已。对，所以来点铁路卡青色这样。真的，这个很好吃呢。金沙部分我好爱哦，它养生哦。咱台上呢，很爱狗的意思啦，系吗？他不会做对啦，唔會做得啊，應該輪拍出門眼度嘅兩個檔嘅。哎呀，你會叫啊？我啲咧，我冇搶嘅民主直接按用做啊，打一下按用。等一下哦，來示範一下，民主直接按用，打用，你看，昨天8塊了呀，哎呦，還是黏住。我好像在做美勞哦。是嗎？係啊8號啦喲。好，8號咧，到悠係冇？好咯，7、6、5、4、3、很有經驗啦。 1，好，時間到啦。第2棒。動神奇呢，計下吼，明明還有時間差不多會倒數差不多5秒嘅時間咯。明人解釋講，反應咧，我會不愛做。好，安尼你看民主做动样板，天天在做哈。好，加酒，连皮会直接向下切了吼。向下切。不过切个轻刀哦，有嘛个建议吗？轻刀就是薄片啊，你等下下夹熟啊。
给养因调台的，因是动用对板切没？哦，东欧没走在对板切哦，还好对压。对，哎，哦，你比较喜欢宽的，那我的脸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要，这个放。等一下可以看你那给我使用厨师帮忙，我会跟我们说哦。好，等一下让豆转来喽。好，葱白要记得切哦，爆香哦。脑筋一定好，好，来咯。你阿当没客气的，哎呦，我会夸奖一下哦，我这切的是适口大小。会太小吗？哎，我是樱桃小水樱忘得了。好，分的解释嘞。分哦。猪胸豆腐卡泡给番薯姜油啊呗，我觉得所以这只有你的中医啊。所以该分我感觉哦，它会调有一点少的啊。你确定你的感觉是对的吗？哎，我很会吃啊。哎，你什么都好吃啊。就哈。对啊。你还没好些的。对，多吃一点。谈在表态呢。我们过去吧。等一下找个朋友。等一下我准备我反应了哦。给哦。好。这水够吗？我不晓得呢，我感觉我用炸的昨天焖。碧莲姐，你觉得呢？水哪一滴嘞？木条多哦。碧莲姐，照你的只有雅爱中医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水好像不够哈，不够了，黏要黏一点，不营养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完休。来，碧莲姐来，如果你会的话，来调整一下，你 OK 吗？你觉得 OK 吗？啊，你冇试过分哇，哎呦，走得来，可以。好。还有该送爆卵哦。照你的想法了之后，我们等下再回来喽。好，都要来啊。甜甜呢？好，连在一起分开来。哇，呀，已经破了哦。就这样。也差唔多诶。按原版看出了耶。迄人讲。按泡啊，切按。等下试一下就对，啊切落去就对诶吼，两个俩好了，哦，两个就来留意。用该。用该就了过来了到。离下腰啊。哇。好，我们过去哦。好，等下找来朋友吼。好。哇，冻成个盐酥鸡的挑干面面。真的。老板来2份。还能炸地瓜。你看温度哦，还好带点哈。哦。所以可能会黏。每筋痛机，木痛机，木线炒鸡腰，炒鸡。那炒的时候，你们记得我们有厨师帮我哦。哎，到那边，我哋哎，那给我用嘞。你还是用嘛？你要现在用吗？要不要现在用？哦，笨心上炒哈。好。哦，那年讲一下，我先热那年讲呀哈，讲一下就。厨师拜托，继续开始，拜托。我只有30秒，拜托呀！拜托，只有30秒，我都还没有起泡泡。是没有故意的哦。拉太风嘛。2帮2。哎呦，这么快啊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再炒一下子哈，再炒一下。等一下，总不是和走在用功的呀？干嘛？要拉，还不要加哦。再让它炒。我已经起泡，对不？这边呢？等一下，师傅会让你讲。记得加蒜头哦，待会。蒜头跟这个葱白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碧莲姐，你有做过俩出菜吗？冇炒过金沙哦。没有。有香，你看看软的米头，有香吗？有。啊，有香，除了蒜头、葱帕，可以教我们一些。蛋白不要放了，蛋白不要。好，等下就不要，你好，该炒香来豆腐，你那留起来咧。蛋白你。我乱拍咧。乱拍，等下穷下都。好。你觉得不要那么多？全部倒落去，掉就好咧。刚。哎，你要那边好吗？没有。这个会很快烧焦。弄得太黑。哎呦，好了。做饭了哦。当。系安个吗？碧莲姐，这有你的意思啊？一生你可能就猪呀一拜啊，给他放下去了。很紧张。你他解释得出来，这道菜就是你的创意料理。哎呀，真紧哦，做出冇热情的答案啦，你是听众啦。
做饭了哦，当当。系安个吗？哦，哦，来试看哈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做蛋糕哎。哎呦，做得哦。啲哦，辣到绵绵哦。其实唔怕破，唔怕切，唔怕没做得，没做得啦。安用哦，是做得学出来哦。这个南瓜泥，南瓜的绵密度，南瓜的绵密，对，南瓜泥，小心烫哦。有憨吗？有呛一点点酱油吗？调油，应该冇用调油，应该咸软，应该冇是按咸嘛。你做一试看看啦，看有味头冇？自家试看看知道。不过真紧讲一下，粗巧哦，改饭挂真紧是200分的好食。200分完全没有夸张，虽然我常常夸张，不过200没夸张，没有信用了哈，今天都好咸，没信用做得吗？有点咸味，不会很咸。那因为我是用蛋的那个，主要我是用蛋。你有调蜜调好久后哎，这样，你有用这个吗？没有，没有用啊。用到。哦，没有用哦，那我要过去哦。哎，我不。记得最厉害哦，系用个很软这个软风哈，这个软黄，捞去饭挂冰香，软风。软黄什么？冰香哈，你看绵绵密密，你浓我浓，哎呦哎呦，永不分开。来 give me five。七夕情人节长果灯呢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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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总得碰到了，我怕被告呢。碧莲姐，这有啥意思啊？最不会迷的女神要一生一口你就猪要一拜啊！给他放下去了，很紧张，不要照你的意思紧张，你发挥你的创意，你把它解释得出来，这道菜就是你的创意料理。哎呀，真紧哦，做出来冇热情的答案啦，不是紧张啦。倒煮了，看看你看看。这个倒了，沙表还炒啊。炒下也做好诶。加上头有剩饼呀，俩剩饼。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此时看到咱家长系列太重谱嘞。这个反瓜金沙呢，这真的是也是我排行榜数1数2我喜欢吃的料理。顾守公呢，这一关应该给我一个牌子，我来取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俺羡慕你。对，好，羡慕哎。家家都是款你的哦。没有了。你可以定的哦。现学现学。好嘞，谢谢刚才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来。哎呦。粗巧的饭挂，第一次做吗？你觉得有满意吗？有，有哈。因为我在家从来不做炸的东西。哦，看看有没有粥，你吃的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赚1分钟嘛？会啊。俺就炒诶。呢個行轉頭不翻唔會做，因為搶200字係會做的。對。懂好學哈，比較接的。好吃好吃。来，我来吃吃看蓝队的。还没继续看看。没动厉害哦，要给他选。哦，这个是酥炸南瓜金沙泥。做啲配盤哦，完全冇窮人嘅口感，不過全動好學，真緊。老實說。真的，因為食材都共用啊，所以那就調味。因為我們食材又濃厚嘛，哈，而且大家都剃100周嗎？第一次太白哦，第100堂都哎，没有人第一次就来比赛做这一道的，因为亮出来是不是很难做？对，你说有一点点困难。这是真的是要练过的，像我就会做。对，没抹糖糕，抹糖糕你就整捏捏，然后就抹安那个叫做。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刚好1比1喽。好。廖子姐先唱刘师傅唱本分数，恭喜凤吹！拜托一下陆师傅，恭喜！好啦，雪玲师傅，你真给老太好好啊讲一下，因为大家都剃100周，剃100周，唔敢哈唔叻吼，切撞到绵绵做唔错诶。我敢喊因老公讲0.5公分，他盆一滴滴的，因切做因泡，因切做因泡，我就。唔好意思讲哈，伊有讲人的想法。啊，今日咧就切了它盆一点的渣，迄渣它酥滴滴的，会咸啊好食。也有呛一点点酱油的香气，对吧？一定要有呛一点点酱香气。
它几张呢有香味啊。可是我觉得给到边烧一米还烧嘛，酱香味。哦，调油啊，对，做茶豆料啦。卢师傅咧，伊要形容到林姐讲的形容师的泡的你系功夫，其实讲，我讲你要注意哦，泡东西的些咧油温动重要，还有我讲做咧淀粉类的东西，应该做咧饭酥啊、麸啊、哈、旺铺啊，你淀粉含量好高的东西啊，你也该油温也好注意好够掉，泡粉也好擦掉。哎，让您炒做其他的菜色，让您谢谢。好，今日嘅比赛成绩咧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鼓手馮翠再得到3000元嘅加菜券。恭喜！哈，當半戲哦，其實當半戲啊，很有冷水吼。哇，做得到2隻哦，倆係木纖維砧板，哇，全手不咪的剛剛都哦。切出一陣表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好，今日很難得的機會哦，看到咧小玲姐咯，碧蓮姐看到來參加比賽啊，而且一開始比較害怕，對不對？比較緊張。不過後來我看你就放蠻開，就風行走哎。請小玲姐老太太的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嘅心得。覺得這次辦這種的活動真的蠻有意義的，也讓我們多接觸一點客家菜。雖然是住在客家莊，可是有時不見得家裡面做的是客家菜，所以這是蠻有趣的，很好玩。好，有好搞就好，成績就好。好，碧蓮姐呢？今日好多陽春啊，平常當小煮啊，咱個專業也是做煮飯，也不下生意啦，就是。台灣吼改編係皮蓮講了以後吼，倆下還愛改編，愛倆編係皮蓮節，就皮蓮節先老大家講一下，今年參加嘅心得係咪解？係啊，當歡喜佢邊來參加呀客家節目嗬，好多動作嘅新嘅菜色。也看到大明星哦，2位大明星、大主廚，大明珠啊！好，謝謝，安之生，很有啦。今年吼，其實最會講話啊，唔係主持人嘅名，唔係總廚師，最會講話哦，是新秘新吼，新主持人哦。我哋老大家講一下，接下來的30分鐘交給你。我你講嚟啊！老大家講一下，參加。我基本嘅前歡喜嗬，嚟參加呢啲客家電台嘅節目嗬，我學到千道洋菜，今日就學到我兩隻按照主持教，我按照撇步嗬，我就學到啲啊洋菜了。還有呢，我也就認識按照好朋友嗬，兩個當歡喜。最重要嘅嗬，我是希望嗬，安尼客家嗬，安尼客家電視台嘅節目嗬，搭搭做來就親嗬，一家之主嗬是。希望吼，睇一家相親，你有心情嘅人，客家家來報名吼，咁樣就親吼，一家之主，讚讚讚！讚讚讚！好厲害啊！很想說，真嘅，好，今日真嘅比賽嘅歡喜，面呢看到用按支持你客家電視台嘅觀眾朋友有機會都在都要到邊，然後你又到鬧嘢，真嘅比賽嘅歡喜，而且呢，睇起家又有新嘅學習啦，這是你最歡喜看到嘅一種畫面咯。係啊，所以哦，假使哦，你有想要傳承客家嘅文化，假使哦，你想要看客家嘅台面線，假使你有想要讓我打在鼓圈做對對報名參加哦。我沒有想哎。我想要看台面線啊，簽名。好啦，依家子都帶你去好來到鬧嘢咯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